创立伫咧104年的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除了致力推动全民防癌抗癌观念以外，另外一项协会所要推动的就是孝道精神。今年百善孝为先，弘扬孝道3部曲活动，将伫咧5月13号登场。协会今日特别伫安平区公所办理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也特别到场相听，并替长辈洗脚，共同来宣扬孝道。年轻的人感觉到孝道的可贵，所以他们来帮阿嬷或者帮父母亲来洗脚、来奉茶。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做一个孝道的基本表现。因为父母亲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拔长大，等到我们长大了，当然要回馈，当然是孝顺、孝敬父母亲以及祖父母。因此呢，我想说这是应该做的，只不过因为时代变迁，慢慢比较少人提到这个部分。今天特别感谢防癌抗癌健康协会以及公所、公司部门合力协力，来让这个孝道有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能够了解到。合办单位之一的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表示，弘扬孝道甲天上圣母以孝道为生观念相同，所以这次庙方也特别准备了妈祖的茶杯，要来送予参加活动中者。咱的天上圣母有那是以孝道为先啦，所以这个活动吼，咱有送一个迄个妈祖杯吼，这个妈祖迄个杯啊吼，送予咱这迄个长老吼，大家吼，那用用吼，就因个子孙甲皇帝吼，摕这个杯啊，会当去啉，个上较重要就是咱妈祖的迄个意思吼，伊一个香火吼，互咱的长老吼，大家在心吼。为咱大家安尼长命百岁。在宣传记者会上，主办单位也邀请药平社区流行舞蹈班由吴婉金老师所指导的辣妈舞蹈团再来热情舞蹈，炒热现场气氛。嘛会当看到真侪民众以及小朋友替厝内底长辈洗脚甲烘茶，还有邀请美甲师替阿嬷画指甲。这安尼有水无？水无？有水无？有啊。有欢喜无？有欢喜无？报答着妈妈的这个温情，所以一定要先第一个，一定要从伊的骹手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代表对伊的孝心。第二个时阵，俺就是讲为他做一个长寿面，长寿面也是讲互伊啉茶，互伊来遮啉茶对啦，安尼互一个全家乐的一个概念。所以弘扬孝道3部曲到这边已经办了第6年了，而且。第1年的话是，要招人来，大家拢会惊歹势啦我打妈妈讲我爱你啦，打妈妈洗脚也歹势啦现在已经慢慢的汇成一个气候了，所以以前招100个就比较困难，现在马上就150个了。协会理事长肖登坡表示，为落实协会宗旨，发挥社会教化力量，自102年首次办理百善孝为先活动，请求市民口碑，以弘扬孝道3部曲的主题为。亲近手足报亲恩，反哺奉茶养育恩，承欢膝下天伦乐丁主题，希望就处弘扬伦理孝道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